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的节目，我是综艺群阿群妹。大家对呀米索同吼应该印象都同深吼，因为也是你台湾人同才会食到的糖，比如讲去吃醋餐啊、吃饭的时节啦，可能顺好就一大煲的米索糖做的要来食。不过啊，大家可能唔知呀米索糖吼，日本人的老一批人啊，对家长来讲，可能家长会食早，家长会早餐吼，就係一碗米索糖，含個一碗白飯。不過家長的米索糖同你台灣的米索糖有動態嘅無共樣哦。你今日節目當中就要來同大家來紹介啲台灣做呀新傳統嘅日本米索嘅一位漢克大叔。這麼嘅有很多漢克大叔呢，接下來我哋看看，歡迎我們的漢克大叔。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漢克，主持人好。你好，好，這麼跟我前幾個耳朵漢克大叔這麼有趣的一個名因為我特殊的時間哈，我英文名嘅做很多Hank，Hank 會翻講啊，大家都變很多很多漢克。所以他還有就用漢克這個名我覺得用漢克大叔這種有給他一種有沒有很像日本職人的那種感覺，有沒有？漢克大叔。好，故事我今日就要邀請佢來同大家來分享哦。上來呀米索，好像我們一般日常生活當中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米索糖，不過其實同日本真傳統嘅味噌湯係有動態嘅無共樣。可以講一下這個台灣同日本的米索嘅一種文化有乜嘅無共樣冇？最簡單來講吼，你台灣太鐵大家講好多米索吼，就想到啊，就煮湯嘅米索，煮愛用甜甜。但是日本呢，當多一樣嘅無共樣種嘅種類嘅米漿，那米索有赤味噌，有甜的米漿，那有無調的米漿，有紅調的米漿，有綠調的米漿，所以日本的米漿文化吼非常的深遠。但是你台灣呢，就講啊，都米漿，就大家都提講，做米漿米索甜甜，所以啲動態無同樣地方。剛剛講到紅條啊、綠條啊、無條，全部都做嚟拿嚟做米漿全部做嚟做米漿。哇！呀，我還真嘅冇聽過，我聽過誒，像有比較講可能去賣很多東西嘅那種超市啊，可能會看到冇咁樣口味什麼煎魚口味，昆布煎魚，要用米漿係。但是太鐵掠到做很多泡米漿。掠到都很多泡米漿，不過我聽講今日有帶一種很多甘味噌，甘味噌其實用嘅又係用嘅米漿。甘味噌就用你台灣本土嘅原料，黃頭嘅，台灣本土嘅米，熱曬鹽來做出來嘅米漿。台灣本土嘅黃頭嘅本土嘅米，韓國本土嘅鹽來做出來嘅米漿。我葉片有兩種，唔知大家看得出來。我有薯片啊，這看起來外表比較光滑、比較滑順的，一般你都市面上買到輕，應該講其實還是最便宜的啦，就是我們一般順手就可以買到，可能一包的茶包店啊、南百貨店就都得買到嘅輕基本的那種米漿。那在這邊，在我這邊這一坨呢，是我們漢克大叔你的一般的甘味噌，對不對？跟雅嘅甘味噌同一般都攞杯買嘅呀米漿吼，看起來外表我覺得有很大的不一樣。你看呀，一般買起來它的表面非常的光滑，對，它是滑順，看起來沒有顆粒的。不過雅嘅米漿看起來有一粒一粒嘅東西呀，係乜解啊？一粒一粒嘅就係製作過程嘅時間吼，無來磨到糖油，無來磨到糖油吼，佢含有米流黃頭嘅顆粒，溜溜嘅顆粒嘅做料理吼，食起來含有無共樣嘅口感。
不过一般唔係就講是按呢很滑順的東西嗎？為什麼你台灣呢這個成本比較低的，反而它是冇老幾攞都按他們是對，不過它是弄得很細緻的，為什麼他要把它磨得這麼細？佢攞到還有呢，佢你喺煮湯嘅時間哈，它夾用，比方講水烘一下就用它，哦，喺有顆粒嘅呢，就會更煮更好食，因為夾米湯都顆粒含有都顆粒地包，所以米漿湯喺更煮就會更好食，米湯都更來更好更乾。韓國也兩種嘅米漿啊，製作嘅過程需要花嘅時間，係唔係冇共用？冇共用。比如講人嘅這個顆粒比較粗的這個乾味噌，我發酵時間最少係3晝夜。3晝夜係清少哦。最少要3晝夜嘅時間。冇錯。哇！我3晝夜時間來發酵嘅一隻味噌吼，上來這個製作過程又很用的，因為你看我們好像很常吃到味噌，可是想到講要米手上來很用的做，還真的是沒有什麼概念，所以同大家簡單講一下嘛。哦，簡單來講啊，米漿就用米吼學米曲，學好米曲以後，往頭去煮熟，然後鹽，然後米曲，就一定的比例，然後混在一起。混在一起以後呢，就變咗疏通嘅地方發酵。比如3晝夜以後，佢就變到米漿嘅。哦，古時候咩愛經過3晝夜時間呢，按長時間嘅發酵，也係愛就先來先從日本大家看上的一般的米酒，同漢克大叔帶來的米酒有乜嘅冇可能？現在是吃一般的米漿，就是鹹，因為這是調味料的一種鹹是很正常的嘛。那我現在吃吃看漢克大叔的米漿。我懂你的意思了，因為你講它雖然是調味料，一樣都是鹹的，不過鹹的米是高鐵以後定亞最低度，或者是定亞嘅料理低度，是不是可以帶出甜味？那個鮮甜，對，那種甘味是跟一般味噌，如果只是煮湯，可能真的沒有辦法喝得很清楚。可是我相信，黑咖士剛拿來之後，比如說像是日本燒肉的那些料理啊，你都會撈起哦。其實黑蘭是會更甜。你如果是把它沾在肉上，跟不用到最低度按那泵，那個味噌的米絲會越咬會在你的嘴巴裡面進來進出來，還有會有鮮甜的那種味道。冇錯。古時也就係要花動到時間，還有用心透過也所有的食材做出來的米漿，冇共用的素材。對不對？古時候啊，跟他講到這個味噌要發酵，要不用3晝夜按久的時間。但是我想提到發酵，就要講到董聰因為一隻因素，它就是溫度。對，因為溫度要東西係輕難控制，但是發酵這種東西，你一個不小心，溫度太高也係太大，都做唔得。這個溫度會造成什麼樣冇共用的變因，都會同大家講一下冇。一般喺講日本來做米漿哈，最簡單的方式就泰公司做米漿，就用一個固定的溫度，固定的溫度差唔多40-50度來發酵，40-50度來發酵呢，按個熟度就當夾，讓米漿發差唔多發了1禮拜，佢就做學好米漿，就做賣。但是我方式呢，就用田野呢，因為我相信講最田野的溫度，你人當適合的溫度來生發的時間米漿粒菌會上到最好，所以我就堅持用日本古時代的方法就用田野的溫度來發酵。不過你台灣的氣候一年四季都冇共用啊，比如講亞它係寒天啊，不過有陣時，你知道現在3月這個春天變時變，有陣時一下又溫度又來到23-24度，按哪溫度按用嘅來控制，要怎麼去看這些味噌的變化？其實米漿你來講到喺溫度嘅時間，主要講到曲種嘅發酵喺講曲種來講最簡單就是佢冷嘅時叫乜料。通過冬眠樣嘅情形，所以佢冷嘅時叫乜料，熱嘅時叫做當生發當吃嘢，叫做開始
繁衍子孙哈，发育哈，所以按用简单的套语来讲，我的想法就讲，其实你人做甜的没有料，没有上来料，穷养曲种没穷养，所以用天然的稳土方法做按用，蓝天的时间比料，比休息，等到热天春天开始的时间呢，佢就發得當好。所以我認為講用天然的發酵，然後一般太廠係用溫土來加溫來發酵，按樣釋出來的米土就會冇同樣。因為它有經過整個一個時辰，一個它必須要經過的時辰，它要休息，休息下以後它可以繼續的發酵，然後最後這樣完成一個。好不容易一張發酵好的一張米漿，對，跟米漿做好以後，佢變到奶咪當蔥油。一般傳統日本的米漿係用嚟保存的。喺你哋老一批嘅阿叔阿伯吼，已經記得當清楚，特別做米漿吼，全部用輸桶嘅。哦。特別台灣嘅下係冇有塑膠桶，大家全部用輸桶嚟做米漿，吼。下後有塑膠桶以後呢，大家全部過個塑膠桶，因為塑膠桶便宜，然後又強，所以就大家就轉到用塑膠桶。但是呢，塑膠桶做米漿就特別就有塑化劑的疑慮啦。所以我做米漿呢，我用堅持用簽到台灣的輸桶嘅。哇！還係用台灣的輸桶嚟做米漿。呀，我去那簽傳統的輸桶嘅來做。我哋喺台灣，台灣當然簽嘅。跟我嘟好有一隻同學嘅爸爸嗬，佢就會做輸桶嘅。哇！所以我喺做米漿嘅時間，我就嚟講我經常做啲人係做輸桶嘅嘛，我做米漿，佢退休嘅，但是佢躺到哎呀，好，跟我就難做，還有我就用輸桶嘅，一次就用輸桶嚟做嚟漿米漿。哇！你電視當中大家應該都有看到呀，相片有當到嘅米漿嘅呀，裝米漿呀，就輸桶嘅哦。你看連裝米漿嘅輸桶嘅，漢克大叔都按用心。你休息一下，等下再來，再個同大家來紹介漢克大叔嘅米漿。要煮的水就過過。煮的3米的黃體味噴香，試餅皮留起也條體味，準備愛來做調醬，也就是調醬好食的關鍵之一。因為米漿係本菌去生嘅吼，所以也佢煮3日吼，佢所有醃性或醃性，然後春曲。幫葱做比例，囤餅嘅菌發的米、香米，讓囤煮好嘅黃體味落向下攪勻來。試餅皮用台灣本土生產嘅原物料來做調醬，像係台灣小農種嘅飛機蓋有機黃體味，吃上米，煮南鹽從熱西鹽一條，安尼堅持使到成本變貴高，係一般調醬成本嘅20倍。我希望講，你台灣作為台灣嘅產品做出來嘅東西，唔好講本台灣人食唔起。比如講，你睇講，我家講嘅成本係20倍，係咪我買嘅家私做20倍？但是20倍嘅家私一罐米漿一多少使去？所以我就決定講，我就我買穿唔怕，我做一樣嘅東西，味道成快啲啲，唔係味道我穿太淺。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嘅節目，我係鍾意群阿群妹。剛才你看到有漢克大叔夾嘅米漿嘅一段樣片吼，看得出來唔單止你上一段講嘅紀念呀，你看輸桶誒，這個容器裝米漿嘅容器，佢就按沖絲，還看唔是講佢底部嘅內容誒。剛才樣片有講到，夾嘅成本，你做嘅米漿嘅成本係一般米漿嘅20倍。韓國地度用嘅材料，剛才有講到，這個台灣的日曬米，台灣的黃體味，台灣的鹽。為什麼你按堅持？聽說要用你台灣的東西，韓國一定要日曬米，有冇？很堅持，一般米還不行哦。怎麼解會按呢？因為我想，我年紀吼50-60歲，我要做一樣東西吼，要做到我認為講做得嘅長途。
所以目的係講你唔想講賺錢嘅時節吼，唔做想講，哎呦，我做樣嘅，我做個行下好。所以我當初展開事業時節，我就堅持要用台灣嘅黃頭嘅，哦，尋無黃頭嘅，就想辦法尋到農民人啊，呀，台灣應該種黃頭嘅農民，就算有種，兩面唔會動到，對不對？係冇唔錯，所以我就留農民到大企業，請農民來種來黃頭嘅搞崩啊。哇！我用池上米。哦，那選池上米嘅原因呢？因為我留一個朋友吼，去池上了嘅時間，我留一個朋友就談到講，池上嘅米做乜解會按好食？哦，原來呢，因為佢都花東縱谷嘅東澳，你花東縱谷東北季風下落嘅時節吼，佢啲採啲北風，嗰日呢南風落嘅時節採南風，所以佢啲都好咧，都啲池上呢個地方吼，交匯嘅地方。所以佢都啲啲米吼搖來搖去，搖來搖去，變到佢生出來嘅時節都有彈性。哇！所以我去試食過池上米後，嗰種按用嘅按好食嘅米吼，做出來嘅米漿一天都好食。所以我就決定用池上米來做。你做的人摸一下冇？池上米做出來嘅米漿同一般米做出來嘅米漿，真的要說它的口感有什麼不同？因為我又想象的覺得很困難。你看米就會老給糯都比較像我們剛看到的嘛，幾件糯悠悠誒。哎，你食起來有乜嘅無共樣嘅米絲呀？看起來像無共樣吼，但是最後做出來成品吼，就比如講很實咧。做埋市面上一般的米漿，老外米漿食出來無共樣嘅味道。所有嘅原料，我上先就講，所有嘅原料做出來嘅時間，佢一天都最優嘅地方、最細節部分哈，就會呈現出來。魔鬼都藏在細節裡，對不對？冇錯。所以我就堅持講，可能你當到朋友食唔出來啲感覺，但是綜合起來以後，啲米漿。做俾人食到講，很好食嘅米漿。對。所以我就堅持講，你米一天都一樣。黃頭嘅一天都喺台灣種嘅，呢條細個嘅。你睇代替農作嘅話，全部用砍手，用機器砍手。但是呢，唔用你頭曬出來嘅米做出來就冇共樣。你頭曬出來嘅黃頭嘅做出來就冇共樣。冇共樣。所以我就堅持講，我一天要維持。因為我提供兩個東西係好東西，所以我就會堅持講維持按樣嘅方式來做米漿。韓國嘅上，因為你台灣真係有應該有冬蟲嘅時間冇太陽啲嘅種黃頭嘅，你按你同農民搭 K 嘅方式來種黃頭，係唔係咪做得本這個黃豆的產業啲台灣？再講年收一報嘅，對不對？也係你台灣輕重要嘅事情，因為在國外種太多大量的黃頭誒，而且很有可能是基因改造的黃頭誒，對不對？所以我相信漢克大叔你也是堅持不要用基因改造的黃豆。係，你台灣種嘅全部唔係基因改造嘅。所以絕對冇問題。嘿，姑嫂，雖然這個基因改造的疑慮，大家還沒有辦法真的說出來，它會造成我們身體上什麼問題？不過清厚清溜，還可以說本土的東西，是它原來食物原來的樣子，對不對？韓國啊，家下有講到米漿有講到，第一本有講到無共樣嘅口味，啊，接下來啊，我同大家來紹介就是赤味噌，生來要赤味噌，係乜嘅意思啊？赤是那個紅色嘅，叫做茶，係乜嘅意思啊？日本啊，很多阿卡米索嗬，阿卡米索就是講，你米漿嗬，種過1年以上嘅成年米漿，成年米漿哦，就係一般的剛剛那個乾味噌，然後本地標嘅1年以後，大概是某項跟大家比對一下。快野蛋糕誒係赤味噌，然後亞順烘誒這個是一般的乾味噌，然後亞香亞來試看吶，熟成1年的味噌黑馬蓋米絲吼，好來試看吶哦。它比乾味噌多了一點點，像是我覺得有點像豆腐魚嘅這種米絲耶，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不同？因為豆腐魚撈米漿哈，加材料幾乎90%共樣，所以用黃豆嘅漿出來，那豆腐魚就會用黃豆嘅做出來豆腐漿出來一樣嘅東西，
所以佢同樣係用長時間來講出來嘅東西，所以米頭了差唔多太甜嘅同樣。哇，好好吃哦！古說也係本來嘅甘味噌，完全係本來嘅甘味，就這樣放了1年，沒有任何改變，但是它在味道上係有動態嘅冇共樣誒，吃到變到當有層次，對，回甘會變到當場，對，好神奇哦！要做時間釀造出來好味絲。哦，真嘅，除了剛剛那個刺味噌以外呀，還有另外一種，就是我很好奇的，除咗黃體會做得做米漿，原來其他嘅體會咩做得做米漿，然後我講嘅係無體會嘅米漿，無體會嘅米漿係用哪片嘅無體會來做？哦，你用厚量哈，陳文波先生種嘅有機嘅無體會。無體會米漿味道又不一樣了耶。中馬該不會有，因為我知道黑豆跟黃豆吃起來，其實沒有覺得光是豆本身有太多味道的不一樣。你講做出米漿，食起來嘅米絲係完全冇共樣嘅。因為無體會本身吼也係甜度較高，較甘甜。所以除了黃體會種出來嘅米漿有甘味之外，無體會做出來有甜味。甜味到甘味，甘味就是回甘的米頭，甜味就是了會甜甜哦，甜味，是甜味些，還有回甘的米頭，所以無體會的米頭有一樣嘅特殊嘅米頭出來。哦，很神奇哦！古說韓卡唔是講紅體會、綠體會，應該還有韓卡冇共樣嘅米絲，冇共樣口感米絲。對，古說其實呀米漿啊是一門很深奧的學問誒，我覺得。在日本來講吼，日本有相當多嘅教書人研究米漿呢樣嘅東西。那我就希望講做得留日本按樣嘅文化、按樣嘅知識帶到台灣進來。真嘅。也係一種可能大家有點熟悉，但是其實它背後有非常非常多深奧的道理。就像我哋數紅嘅也一些比，其實一些比嘅聽聽，唔過我家他對開始留樣變到也哈，對這樣攝影棚聞到的都是它的味道，也係乜嘅東西。很多日本人都味噌塔瑪里，就是味噌料嘅意思。味噌料其實係來像係調油，唔過比調油的味道更豐富，唔單止會回甘，但是它有其他的味道，我不知道怎麼形容，它是怎麼做的啊？用嚟做誒？你米噌塔瑪里就係講將米漿嘅時節吼，佢會出水出汁，出汁呢頭擺剛開始嘅時節，日本人將米漿呢，佢就發現到痛帶吼，我有一樣嘅米噌塔瑪里，米噌塔瑪里記得就說一樣嘅東西食起來以好食咯，就拿嚟做料理，你做最開始日本醬油嘅日式醬油嘅前身。哦。日本係先有米漿，下係有裝油頭油。哇！啊，油頭油嘅原因就因為講有將米漿，有米噌塔瑪里，所以佢拿兩個東西就開始，日本人就想，因為一大桶嘅米漿就200-300 cc 嘅兩個東西，好珍貴哦。所以他向日本人就經常按樣嘅來大量生產量嘅醬油頭油來做，所以佢就用經常講用越來越少嘅頭味做出下日式醬油。哇！原來你看啊，呀米漿啊，有按到嘅後門地度，有按到種口味嘅米漿，韓國做得來做呀味噌料，一隻懂特別，原來它係日本頭油嘅前身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同大家分享。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嘅節目，我係綜藝群阿群妹。今日節目地度要同大家來紹嘅係漢克大叔家嘅米漿，家嘅米噌。之前有講東東，不過呀哈，我又有一個新的疑問了。你要得有一張米漿機，很多赤眼農法嘅米漿，特別強調它是自然農法。可是我覺得它看起來跟甘味噌長得差不多。想再來問一下漢克大叔，為什麼會特別強調佢係赤眼農法嘅味噌冇？赤眼農法的米漿主要因為我剛開始做
干味噌的时间呢，我就经常讲，我用的老艾米浆越做越好，做到最好的米浆。结果呢，家下就接触到一个农民，佢就种赤焰农法的黄体味。其实人家讲，我做赤焰农法的米浆冇，但是赤焰农法的价是相当的高。好，赤焰农法就讲用赤焰农法，完全冇用化学肥料，完全冇用肥料。完全冇用农药，农药都唔止講，肥料、除草劑全部都冇用。赤焰農法咧，基本上嚟講就講，點種落去人工除草，嗰個就等於像野生一樣嘅。哇！完全就按樣嘅種植的放牛吃草，不對，放稻子吃養分。所以就用按樣嘅，但是佢熟成當差，胎體差不多一般咧熟成的1/4到1/5。對，它折損率會很高。好，佢按樣好東西，像野生嘅東西哦，野生嘅東西都好啊。所以我就想，就用嗰個赤焰農法嚟做米漿。還有我就想好，按用好東西，我一天我嚟做，就用赤焰農法嚟做米漿。哇，古手啊，所以人家像呀食材冇共用，人家就得单独把它做成一个自然农法的米酒，就为了保存所有的食材，保存所有自然农法、自然生产的这些东西的味道，对不对？冇错。哇，古手人家就按用心做呀的米手，你台湾来讲。米浆可能像竹筒它都按你料理方式它都。不過沒想要同大家來分享啊，其實竹筒因為還有動到冇共用的料理方式。那我們先來講煮湯，竹筒係大家輕了解最熟悉的，但是大家做米漿桶的時間，好像有一些步驟是大家沒有注意到的，可以嗎？該素材。米漿一般的米漿其實要煮久，加米頭才會出來。一般你係基本的，但是呢米漿有菌，基本有菌，唔嚟煮久呢菌又會死掉。好矛盾哦。很多矛盾。所以呢，迄個我煮米漿湯，要煮好食又健康的米漿湯。好，第一，你做來滾10分鐘。慢我不用按到。哦。等到關火以後呢，熱了較涼以後，再個不用。米漿再個落一啲落去，嗱我一般的米漿再個落去。哇！佢其中有米漿的香味，有米漿的甘甜味，又有米漿的菌喺地方，喺頭地方。所以用這樣的方式來做米漿湯。哦，古手，那我的比例應該怎麼做啊？比如講，我給米1胎同匙的米漿好了。做一般。哦，一般就好哎。哦，一般先滾佢滾10分鐘，10分鐘嘅米絲，米漿嘅米絲上出來以後，再個按你繼續留存的一般個不用到同底度拉的就好，對不對？不要再過滾了，冇再過滾呢。好，煮湯好起來以後啊，剩下來就好讓米手上來用嘅來料理。今天漢克大叔有準備3種嘅料理方式，先同大家講一下，一開始要這個香煎鮪魚左味噌用嘅來做。好。米漿做咧，除了煮湯之外，日本相當方便咧，就拿來做料理。做料理，米漿做嘅料理就當香。你係像兩個鮪魚片，做嚟拿來煎啦，煎熟以後，然後米漿留薑麻，切絲，或者叫成塔切絲，水辣辣，煎熟以後就不用來底部來收汁。嗰個變面，再個剪啦，收汁，這樣子做的，當簡單，相當簡單。哇！嗰度可能你一上市，可能平常底度就有米漿，唔過你冇想到要留米漿，冇錯，拿來做料理，對不對？好，除咗呀鮪魚嘅料理以外，還有另外一隻，按到味噌拌韭菜，也要很用嘅來做。也要係那簡單啲，韭菜用川燙過。湯熟來就湯熟來，切啦，切到盤上不用得。米漿留調油，一啲嘅辣椒，個一個滾水，攪完啦，鹽都當過，咁就當好食咧。哇！我
知道这个最适合谁吃了，最适合我吃了，因为爱讲开口。刚是讲爱生那个烫青菜，我上面会东上会加那个白香葱油，有没有猪油的那种东西？那刚是有因为我最近想要热量控制的话，我就做在各种米浆，对不对？Q 量有冰稀 ，Q 量会回甘，但是 NDA 热量是吃的比较少的，而且米浆本身它是发酵的东西，对身体也好，对不对？我们这是完全没有经过加热，所以就是可以吃它本身的味道。好，接下来T3烹食谱再跟大家分享。哦，你啊挑皮哈，那个冻好色咯。好色，还没冻好。挑皮打开来，好，因为市场买的挑皮打开来，打开了以後呢，用米漿來香菜嘅吼，切啦，香菜放落去，嗰個米漿過啊，都過到內層地步，嗰個再來煎起來，煎起來以後呢，用細火慢慢的煎到脆香，拿來切落去，相當的好食。哇，要懂像那个日本料理居酒屋底下酒菜，对不对？哇，还有来出来流出来耶！哇，唔讲你看汉克大叔啊，做米浆做到按用心，韩国又有按东亚嘅坚持。按东上爱迪头摆，其实唔係一开始，你不是一开始就在做米浆嘛？中间有做过其他的头路，做嘛该唔会想到讲，来做米浆，一个其实是跟你本来的工作完全没有相关的。其实我做米浆係因為中年生涯，中年生涯以後呢。就想到講啊，我後半輩吼，就想要做自家想要做的東西。所以呢，就想講，個我做乜嘅呢？因為生涯前2-3年吼，基因改造的黃頭的吼，都台灣相當造成那樣的風通。因為講太講，因為講，基因改造到底對身體健康有問題冇？所以我就想講，我自家本身當好食黃頭的製品，石頭奶、石頭麩，也生米漿，當然做生米漿湯。所以我就想，全無我本買無講非基因改造的米漿，我就自家做。哇！就因為按呢，你講我相信我看你應該會有懂得問題吼。你看本來是，你知道就本來就不是做米漿啊，但是你突然去做米漿，我去隔壁茶貨店買1包5元就有啊，你還要做1包5塊錢的味噌。有按你講嗎？不可以。有，但規幫人做，因為講做按樣嘅生法，我開始做我小講米漿做我們的生法呢。古時候哈後你還係堅持。哈後我係堅持，我因為講米漿係講用堅持用好東西來做，一定會有人哋講愛用嘅東西。所以我係堅持講，我自家愛食做樣嘅米漿，完全係唔係自家嘅米漿。台灣人一聽係講地道，一定會上來食。真嘅。所以我就想堅持講，我係要做米漿。唔過啊，做呀用台灣的食材，用台灣的好食材，做出台灣的好米漿。唔過愛想愛有日本取經啊，畢竟這是人家日本的流傳長久的，叫做米漿的文化。香港沒有日本來學習。剛開始做米漿，我就想講米漿從日本傳落來的所以我就堅持講跟我一天可以發現的地方去看去學。所以我就去日本學習。做米漿的方式。嗰時候你去嘅機會看到按到乜嘅冇溝通嘅事情。去到日本人哋講日本的米漿按到樣，然後你台灣的米漿就一樣，做米漿天天按用食材冇同樣。嗰個去到那落嘅地方吼，嘅我師傅嗰邊吼，我就來學習樣嚟做米漿。剛開始嘅時間，佢都你講我都冇教人咧，台灣來用人係學做米漿嘅，冇教人哦，完全冇教人，因為加速做嘅米漿做750元。哇！下向我去到我就講，因為我日本話也唔係懂物料，就愛用當生意來講，我希望來學做米漿。因為佢下係3.11大地震真高冇一叫嘅。佢也感謝我哋台灣人對日本嘅咁樣嘅貢獻，所以佢就答應嚟講跟留下來學習做米漿，就對佢哋學做米漿。唐貢佢親米還把很重要的這個做米漿輕鬆一位東西送本
米浆的应该讲米浆的灵魂。灵魂。米浆的灵魂就是俩做米浆的曲种。所有的米浆就靠俩曲种来发酵。俩曲种呢，迄个加速750年来一直用的曲种，也无爱传。我转的时间，学习我转的时间，我就留我师傅讲，我师傅我转了，伊要转去台湾。佢就让我道别的时间呢，过去就拿一包东西标我书房，标我书房的时间，我看到这样的东西，我就规身我就紧擦，感通到唔知爱样讲出来，佢啊就目测就紧流，就我就唔知要讲乜嘅方法，就紧讲阿里阿卡多，佢就讲，佢啷个讲嘅句話，佢講。然後你好，你用嘅曲種，我加粗嘅曲種，帶轉去台灣做好食嘅米漿俾台灣人食。我就目測做緊流，我也唔知講嘛，實在聽感通嘅，完全講法講唔出來。就像漢克大叔講嘅，也係日本從750年咁長時間呢，也在加粗做嘅米漿嘅米絲，也在曲種來到台灣來。漢克大叔用清好嘅台灣嘅食材。用清好嘅台灣嘅黃豆米、老羊來做出暗好嘅台灣米漿，希望台灣咪做得來食到清傳統、清康健嘅日本米漿哦。故說今日真嘅，謝謝漢克大叔同大家來分享。謝謝。咪希望各位觀眾朋友嘅時刻休息一下，等下聽電運通先上嚟做運通。